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2月初9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郭伯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明仔是国际人权日，美国宣布针对13个国家当中的37个人，各有2间中国企业做签证限制甲制裁。台东绿岛几工前发现大批的重油污染，依然台东、花莲、基隆海峡甲海边也有类似状况，迄阵海保署已经开始调查。今年一个屏东九如一间油林洋厂发现3只羊感染波氏杆菌，这种病菌伫人甲动物之间传染，目前检判是个案。明仔载就是国际人权日，美国伫咧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进前，宣布针对13个国家当中的37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甲制裁，其中就包括甲新疆有关系的2个中国官员。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制裁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另外，现主时点伫咧台湾的一群香港人伫咧台北举办香港人权展览，希望提醒民众爱重视香港的人权。罗威兰总统蔡英文在时也出席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的2023世界人权日典礼。伊也讲，今年转型正义的目标是要落实规范财产，台湾的转型正义会继续向前行。12月7日就是国际人权日，为了反制中共打压人权，美国伫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前，宣布对13个国家的37个个人来实施签证限制甲制裁，其中包含牵涉新疆的2名中国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制裁牵涉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也继续追查外关法律，并且剥削伫中国受虐待者的企业。美国国务院强调，会采取行动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就是香港人反抗极权、中共打压人权的悲歌。一寡伫台湾的香港人，找到伫台北举办香港人权作品展，希望经由展览引起民众对香港人权的重视。现场放真侪画作、政治艺术，包含时代革命、讲好香港的反送中元素。由于加早一卡世界培训的行李，代表真侪被逼离开故乡的香港少年人无奈心声。活动发言人傅汤拄好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政治受难者。讲到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经完全消失啦，台湾的民主自由得来无简单，也是中共所惊的。台湾爱反抗中共极权的打压，必须团结民众的向心力。因为现在中共其实也想将香港那一套推到台湾这一边，所以我就想借助这一个展览，作为一个平台，将大家串联起来，然后就告诉大家有一些人还在受苦，然后你们现在的自由也不是一定会理所当然的。过来关心人权的议题，总统蔡英文提到参加2023年世界人权日的典礼，向政治受难者致意。讲到今年转型正义的里程碑，蔡总统讲落实财产的反省，经过调查，通过4件财产反省案件，受难者当年被没收财产的反省原始的土地登记。那么像是平复国家不法、恢复受难者权利及疗愈政治暴力创伤，针对不义遗址进行审定和保存。蔡总统讲，经由推广出来东亚研究甲教育，互不同世代甲立场的民众体认威权体制带来危害，台湾的转型正义会坚定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电视辩论12月30日下晡2点会伫公共电视举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讲会提出国家发展的目标。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也表示讲，伊正咧准备提出完整的国政蓝图。落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互人问到讲，敢会烦恼互另外2个阵营攻击？郭文哲讲无啥烦恼。2024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日期总算确定，12月30日下晡2点伫公司举行。这届由财经媒体共同举办公司节目。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在去互媒体问到，辩论敢会以2花诈骗备案做主题。侯友宜表示会提出国家愿景。另外，侯阵营这届嘛提出使用手帮的要求，得到其他阵营因的同意。我很早就已经签了要辩论了哈，
那至于辩论的过程的安排，我就尊重大家的安排。我会提出我对国家愿景的发展目标，希望大家在辩论会里面了解候选人的政见。陶宇仪要拼团结的气势，捍卫中华民国。搁在成名当选了后，12月25行宪纪念日就放假。若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九早起到苗栗府选，一礼拜2届来徛台，强调苗栗真重要，积极游客加票，要拼平盘。对于辩论时表示，陆建三方阵营达成共识，当地准备手帮会使用，会尊重主办单位的意见。我也会善用这次辩论的机会。将我的国政蓝图详尽的跟国人报告，争取国人更大的支持。过去我是比较没有在使用手板的，目前我们也都在进行准备当中。那怎么看辩论那个侯友宜坚持要拿手板？记忆力不好一点，我不知道。那新的他在野党的候选人都会被围剿。我们不是每天在被围剿吗？很习惯。对是不是会烦恼辩论会互人围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笑笑回应，好亲像未真烦恼。但是郭文铁册笔向党员发出公开批，讲国民党校空配是走向快速偏向中国的路线，注定远离台湾的主流民意无胜算的机会，引起着校空的不满。郭文铁是口说讲，我也不是拄啊好尔。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绿岛几天前发现有大片的重油污染，怀疑可能是外籍的船只排放的废油。即马连台东海边的风景区也发现互污染到，大片的油污染掉伫咧大石的顶悬，另外伫咧宜兰、花莲、基隆海域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央海保署即阵已经开始调查。透过画面会使看到黑色的油污染一块一块出现伫咧海边啊。海保署表示，伫咧台东、屏东、新北甲东北角都有发现油污染的情形。各地方政府当咧清这寡油，也若初4到初7清理的油污染甲沙石已经有1625公斤重。目前也当咧收集相关的证据，也启动为车甲无人机来监测。即阵甲国海院相关技术联手调查可能的来源。所以来关心南投一间国校姓刘的校长，互人指控讲涉嫌侪性骚扰甲性侵害的案件。伫咧县政府调查期间，佮透过关系施压，10月份的时阵已经互检方向法院先押禁见到现主时。那教育处性病调查小组经过这几个月的调查，昨是决议甲这个姓刘的校长是透露，永远袂搁再任用，袂用申请退休。南投县姓刘的国小校长涉嫌威胁性骚扰真侪女学生，互人讲是台版的养老案。南投县教育处性病调查小组6月接到检举了后，召开23届调查访谈会议，最后认定伊牵涉到真侪件性侵、性威胁、性骚扰案，特别决议改聘姓刘的校长永远无任用，也无度申请退休。根据调查报告结果，就是把刘校长解聘永不任用，受害者他们都有提起司法的这个诉讼，所以后续刘姓校长也是要面对司法的侦办。今年6月，有2个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28年前读国小的时阵，互担任老师的姓刘校长趁机会强制威胁。县政府扩大调查期间，姓刘的校长佫透过关系向家长甲县政府施加压力。南投检警10月底甲伊拘提到案，佫申请羁押禁见到即嘛。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这个案是靠受害者勇敢出来检举，性变法修法了后，类似案件拢爱扩大调查。地方教育单位应该爱互被害人甲校方面多侪调查协助。性骚或者是性侵案，它就是2个人的事情，它是非常私密的。然后事隔多年之后，受害者还要想尽办法去找出这些证据，其实难度极高，这些都必须要透过行政单位去协助调查。南投县教育处表示，姓刘的校长也搁伫南投看守所羁押，调查结果会公文寄予当事人，互因表达意见了后，再搁召开最后一届性评会，确认是不是维持原决议。调查结果同时也提供南投地检署调阅参考。除了县政府行政处分，姓刘校长也会面临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以色列军方继续扩大对加沙南部发动陆上、空中的攻击。2个多月以来，已经造成17000多的加沙人民死亡。联合国即阵对停火的决议案做表决，不过，搁一摆因为美国的否决票无通过。
以色列军方设备继续对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进行猛烈空袭甲地面作战，大死数十名哈马斯战士，摧毁几啊条地下崩坑。也佮讲是伫哈马斯干部住的所在发现武器甲情报，增加加沙最高领袖生活未伫当地可能。另外，佮公布影片，显示海军为海上向地面攻击哈马斯基础建设的目标开火。这2天伫加沙总共拍到差不多450个目标，已经是有路无厝的民众，佮一摆逃难，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以军对加沙的攻击进入第3个月，已经造成超过1749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联合国安理会车告舰对阿联酋提出要求以哈马上人道主义停火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得到13票通过，英国弃权。不过，佮一摆和美国动用否决权动落来。Deep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outcome of today's vote. Regrettably, and in the face of untold misery, this Council is unable to demand a humanitarian ceasefire. What is the message we are sending Palestinians if we cannot unite behind a call to halt the relentless bombardment of Gaza? 美国代表伍德表示，并接受草案内容，无谴责哈马斯，也无踏入以色列自卫权，所以无法度投赞成票。就在国际经济遐的时阵，加沙医疗人员又是饮水问题继续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警告，公共秩序恐惊面临全面崩盘。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欧盟设备针对世界上第一部完整规范 AI 人工智慧使用法案结果达成临时协议，希望在咧创新的同时，也限制人工智慧，互政府摕来做监控等等滥用的行为。根据欧盟公告，这部人工智慧法案对风险等级进行分类，政府也是企业利用 AI 进行社会评分制度，也是透过 AI 操作特定族群的弱点，拢列伫最高风险，必须都要禁止。另外，学校也是企业招聘所使用的 AI， 互人列做是高风险。为了避免偏见，必须要使用适当的资料进行学习，各加人力监控，也加客观的网络安全。法案佫要求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像讲 ChatGPT 创造的影像也是文章，必须讲明是用 AI 做出来。违反的企业会面临上悬3500万欧元，也是营业额7%的罚款。法案捌因为意大利、法国、德国这国家烦恼限制本国的科技企业发展，所以卡掉的。到尾是经过36点钟的谈判，27个谈判代表总算达成临时协议。欧洲议会明年初会搁再表决，立法上紧2025年有效。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s much more, I believe, than a rule book. It's a launchpad for the European startups and also researchers to lead the global race for what our fellow citizens want. A trustworthy AI 科技发展正紧，主要强权国家拢积极伫推销相关立法，争取占较赢面。欧盟伫2019年就提出人工智慧法，2021年提出草案，即马欧盟各国确定临时协议，离完整立法搁向前一步。今年美国甲中国嘛分别提出个人的 AI 管理规范。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殡仪馆动物防疫所执行定期监测，今年伫咧9入一间幽灵羊场，验出3只羊感染布氏杆菌。过来顶摆的案例已经是30几年以前的代志。布氏杆菌会伫人甲动物之间互相传染。这3只为着被菌的羊已经互人杀杀，全场也消毒，目前研判是个案。透过画面会使看到，防疫人员穿防护衫，用射筒要注药剂处理3只已经喂着病的羊。槟榔县动物防疫所表示，这间幽灵羊场的羊目前拢无相关的症状。不过，这种病菌潜伏期上长，通到几个月长，会造成体位发炎、袂生等等症状。这款病虽然袂危害人，不过防检署表示，过来。这款病虽然会危害人，不过防检署表示，过来幽灵拢有经过灭菌处理，安全无问题，民众会使安心买幽灵。所来，今年9月份，中国暂停进口台湾的往来食客，经过台东县政府辅导农民甲包装厂。县长姚庆玲也到中国拜访了后，国台办昨宣布第2波往来食客通进口的名单，计共有34间包装厂，甲1263个往来食客供应果子园。
当面期待姚庆林也表示讲，确实降低生产的压力。因为防检验出白骨新者有害生物，台东往来设计和中国禁运超过2年，一段期间，关府辅导农民修正设计正做管理用药，知影各台办宣布开放第2波设计输入，农民真其他也讲尽家己的清水好第一道监管的工作。果农端就会开始先做1层的清洁，把膜拆开之后，看有没有微生物去再附着在果实上面，有的话，我们第1阶段果农就会开始做处理。即摆包含34间包装厂，甲1263处供给的果子园。为此，官府已经培训530位人员，执行清除有害生物。农业处指出，设计送到包装厂要严格来分区处理，更加正派卡手详细检查。分仓分流，就是可能在某一部分是清洁区，某一部分是那个包装区，全部都要分开。那最后在这个全部都清洁完毕了之后，才可以做包装。为了争取往来设计恢复输出到中国，馆长廖庆玲2摆到对华拜访，欢迎问题。初到台北参加活动，伊讲官府目标就是辅导农民提高良率，尽量最高零检出。伫这时间宣布对着所改生产的压力有帮助。如果不宣布，我们会很紧张，因为其实12月初已经开始在收果了。对，不过真的感谢能够在这个时候通过这第2波的名单。今年6月，中国大陆公布头1波会使重新输入，有3间包装厂，设备第2波，搁再增加34间包装厂。不过，以往有4间无通过。农业部是讲欢喜看到输出，以往呼吁对华尽速甲咱方进行技术对话，尽早恢复其他机制品项的贸易。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伫咧1980年代尾的农民运动，迄时发出的侪诉求，拢对现代农民的福利奠定基础。现总是当咧举办展览，带大家认捌台湾农村改检了后的农民运动历史发展，搁有农村再生案例，落尾搁有未来会面临的人口、气候偏见等等挑战。农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农的话，就没有这个宇宙。1980年代尾的农民运动做头人士之一林鸿喜，当咧带大家踅展览，认捌台湾改检了后的农业政策回顾。农民运动1987年尾开始发起，1988年5月，农民行向街头抗争。林鸿喜讲，这创造了现主时所有的农民福利，就是用301贸易谈判来反制台湾，说你一旦工业外销我美国，你必须要开放农业给美国的农业来进口，所以我们才农业一败涂地。1988年5月，政府决定扩大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台湾，引起侪农民的不满。迄年的5月，侪农民上北到台北车头附近请愿，提出全面农保、提悬稻仔收购计数、成立农业部等8项诉求。结果发生台湾改检了后，头摆重大警民冲突事件。农业部处长陈添秀也出席展览开幕，感谢这寡农民运动前辈。我们的前辈交代的这一些事情，农业部绝对会尽力去做得更好，而且不但还随着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与时俱进的这一些政策。我想，我们农业部会成立爱做农民上大的靠山。农的恩赐风展览记录农民运动、农村再生以外，针对未来农村人口高龄、少子化、气候变迁挑战等等议题，拢展出来探讨，全面将认捌台湾农村为以前到未来所有的挑战。记者郭明霞、桂林台北报道。联合国为了保障移民的人权，特别甲12月18定做移民日。移民署新竹县服务站的员工即阵穿泰国传统服装，也改变办公室的模样。搁邀请来自中国、越南、泰国、印尼等等各国的新住民，穿家己国家的服装来参加活动，提早庆祝国际移民日。用泰国话向大家拍招呼。办公室内底全部的人去穿传统泰国服装，伫柜台服务来办代志的民众，让大家感觉真新鲜。穿各国的衣服，然后在今天我们来服务新住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新住民给我们的反馈是，哇哦，你们就是跟平常都不一样，很漂亮。除了员工穿泰国服装以外，移民署新竹县服务站也邀请新住民，大家把家己国家的服装穿来参加活动。
其中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印尼等等国家。我已经来台湾已经20来年了啊，来台湾到目前为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家庭也好，或者是外面也好，很多人都帮助我，会认识到不同国家的人，认识到结交不一样的朋友，不同地方的朋友。现场除了专工甲办公室布置成充满泰国特色，也提供多元家庭教育以及文化活动，让新住民会当量早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准备了泰式风格的摆设，然后在我们门口有四面火的摆设，然后在我们转角的柜台是大象雕像的摆设。在受理就是新住民朋友，他从泰国来，然后他办居的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摆设就很感动。大家发挥创意，展现出政府对新住民的支持，也希望用上热情的心，欢迎因来到台湾这个国际大家庭。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时代的金肉溃疡报告是一种需要烦恼的健康问题。现在是也开始有愈来愈多中高龄的族群开始做行动训练。即阵有健身业者举办各年会拢通参与的行动比赛，或者长辈有机会通展现因的运动成果。那比赛当中年岁上大的是一个92岁的阿嬷，伊行动训练已经3年，筋肉的状况确实是愈来愈好。这个92岁的阿嬷，因孙甲因囡仔孙拢伫咧台骹甲伊加油，伊看到有淡薄歹势，甲大家摇手了后，轻松甲60公斤举起来。这个87岁的阿公，捌中风过3届，轻度失智，伫亲人的陪伴之下，开始做重量的训练。即马行路嘛比英过较知啊。紧张，当然开心了，过关了。我练老了后，脚较有力，脚较袂酸。即马愈来愈侪中高龄的族群开始做筋肉的训练，健身业者嘛特别举办无分年岁行动的比赛，让侪会人有舞台会当展现练习的成果。今年60岁以上的参赛者拢总有43个，其中40岁以上的时段嘛有25个。运动教练分析，侪会人做重量的训练会当提升肌耐力，改善翘骨，提升生活品质。那伫运动进前会当咨询专家做评估。单脚没办法平衡，然后走路速度低于每秒1公尺的话，那就是需要专人在旁边辅助，然后以及后面最好要坐垫，然后让他在硬举的过程中是安全的。教练甲老大人鼓励讲，健康是会当练出来的。除了特殊的病史，或者是医师评估不适合练习的特殊个案以外，无论几岁开始做重量的训练，拢要会负。记者综合报道。街头艺人表演800款，展现多元的艺术。不过，街头艺人要成人目，私底下爱需要真侪时间较困难来练习。户外表演，佫要吹风拍日。稍等的暗时7点半，公视台青春的内网，带大家来看各款的街头艺人面对现实的挑战甲困难，因会安怎解决？陈友全专辑伫街仔路演出，伊表演的日月球是真出名。闹这个气氛甲互动，观众扑到声是拍甲。等一下，我会一次接触20个监狱，不管失败1个、2个、3个，都会一直出来，直到完美的接触全部为止。我是想要表演到老啊，不过迄个我心目中上赞的迄个演出桥段拢还袂出来的。认真练习，陈友全算日月球的技巧是真熟手，不过新冠疫情这几年，靠伫街仔路表演专家的艺人，生活差不多拢脚要吊顶。伊嘛同款。谢谢。街头艺人会拄到的考验，毋那是观众尔。伫表演的时阵，上接拄到嘛无多控制的因素，都是天气。有汗水吗？有雨水吗？有泪水，就看天假分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些偏门的魔咒，就是我每次只要想演街头，就一定会下雨。看过下雨天看多了，就习惯就好了。收入无稳定是所有的街头艺人爱面对的问题，所以嘛有人有在业的工课，有稳定的收入了后，再来投入街头艺术，甚至是中研院的科学家。因为我已经学魔术杂耍7、8年了嘛，那感觉说，我如果未来要去上班，那因为上班我就放弃这个我很喜欢的事情，感觉很可惜啦。倒一种才是上好的方式，无条条都亲像伫街仔路表演同款。艺术并无标准的答案，
只要有够精彩，就会是一个一个值得咱停落来欣赏买人的景致。记者陈义文、连新维台北台南报道。星期三天气不稳定，一若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9度到29度，中部地区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落尾外岛地区18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大联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